现代台语版圣经士师记第19章。以色列无王的时，有一个利未人住伫以法莲山区偏僻的所在。伊娶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做媳妇。这个媳妇受气，伊的丈夫就离开丈夫，倒去后头厝，伫遐住4个日久。伊的丈夫带一个奴仆甲2只驴出发去找伊，要甲伊孤情，带伊倒去。伊的丈夫到位，伊就带伊的丈夫入去老爸的厝。利未人的丈人看到，就欢迎伊。迄个丈人甲伊留落来，伊就伫遐住3日，做伙啉食。到第4日，伊透早起来，利未人要出发。迄个丈人甲囝婿讲：“请你食一寡物件，加天开力才出发。”2个人就坐落去，做伙啉食。迄个丈人对伊讲：“请你搁住1暝，搁放松一下。”迄个人起来要出发，伊的丈人搁强强留伊，伊就搁歇1暝。到第5日，利未人透早起来要出发，丈人甲伊讲：“请搁食一寡物件，加天开力，等候到日要落山。”伊就留落来甲丈人做伙食。迄个人甲伊的媳妇以及奴仆起来要出发，伊的丈人甲伊讲：“你看，日要暗啊，请你搁歇1暝，日要落啊，你着歇遮搁放松一下，明仔载透早才起身倒去恁兜。”迄个人毋爱搁歇1暝，就带伊的媳妇甲2只准备好势的驴出发，来到亚布斯的对面。亚布斯就是耶路撒冷。因行近亚布斯的时，日已经要落山。奴仆对主人讲：“咱约入去亚布斯人的城，踮遐歇眠好无？”伊的主人讲：“咱无要约入去，毋是以色列人得大的外邦人的城，咱过来基比亚。”伊阁甲奴仆讲：“来，咱看是要去基比亚，还是拉玛过暝？”因就继续行，要到便雅悯的基比亚的时，日头已经落山。因就约入去，要伫基比亚歇眠。因入城，坐伫广场，因为无人接待因入去厝内歇眠。日暗，有一个老人对野外做工倒来，伊是以法莲山区的人，住伫基比亚。基比亚是便雅悯人住的所在。迄个老人抬头看到有出外人伫城内的广场，就问伊讲：“你对倒位来？要去倒位？”伊应讲：“阮对犹大的伯利恒来，要去以法莲山区偏僻的所在。我是遐的人，去犹大的伯利恒，现在要转去阮兜，毋过伫遮无人接待我去因兜。我有草料互驴，嘛有饼甲酒互我，甲我的媳妇以及伺候我的少年人，拢无欠什么。”老人讲：“请你放心，恁欠用的我拢会设法，千万毋通踮广场过暝。”伊就带因入伊的厝，饲因的驴，因就洗骹啉食。因拄咧欢喜快乐的时，城内遐个匪类来为迄间厝，直直拍门，对厝主迄个老人讲：“甲入去恁兜迄个查甫人带出来，阮要甲伊交合。”
迄个厝主出来对因讲：朋友啊，莫安尼啦，毋通做即款歹代志。这个人是我的人客，你毋通做即款见笑事。我有一个查某囝，还是在宿女，阁有迄个人的细姨，我带因出来，恁通甲因凌辱，出在恁的意思对待因。毋过对这个人毋通做即款见笑事。毋过遐人毋听迄个老人的话，迄个利未人就掠伊的细姨，甲伊撒出去外面，互因。因就甲伊强奸、通眠、凌辱伊，到隔日天要光的时，才放伊去。天曝光的时，负责人来到伊的丈夫歇眠迄间厝的门口，倒伫遐直到天光。伊的丈夫透早起来开门，要出发倒去因兜，看到伊的细姨倒伫门口，两只手看伫户顶。伊对伊的细姨讲：“起来，咱转来去。”毋过伊无回应。利未人甲伊扶去炉仔顶，就出发倒去因兜。转去到因厝，伊就摕刀将伊的细姨切做12块，找人送去通以色列的全境。所有看到的人拢讲，对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今仔日，即款代志还毋捌发生，嘛毋捌看过。但咱着想着参详，着决定要安怎做。